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股》，有吧大家好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阿忠股，向下老后生人大最久了。今日我老大家小嘅对日本传过来嘅名词，很多小确幸，就係細細唔過當確聽嘅幸福。當然講咧，台灣人就係當從事嚟嘅小確幸，就係在意有經人目前看得到嘅東西，唔過冇狼性嘅特質。狼性就係當有攻擊，當有侵略性，當啲危機意識。到底台灣人係咩安尼咧？今日我有聽到50後生人老大家向下嚟討論兩個主題了，眾上歡迎。首先，老大家小嘅係質疑。大家好，我係識到幾兩個就感覺非常幸福嘅質疑。聲音哦，是聽到會變肥哦。幾下肥。冇你好，第一集老大家小嘅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當日都愛有小確幸嘅李家哥哥。因為當日就像傻大姐嘅李家。冇啦，都有幸福啦。就懂幸福。好，第三集老大家小嘅係北鹹。大家好，我係假使有條路哦，未有千船哦，成為東方世界北強。我知道你喺台灣搭翻嘢都安尼，搭翻嘢都係用。第四集老大家小嘅飛機。大家好，我係飛機，我當地進下幸福嘅事件。動地進下幸福嘅事件，希望每個人都有這種性格，就會覺得每天很幸福。好，最尾老大家小嘅係小福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只愛有主角選條薄空肉就會動滿足嘅小福。實在很客家呐，弄人家，咩嚟講啊？假如講到嘛，台灣人哈，當從事兩個小確幸，因為講係台灣人沒有狼性，到底大家知道，算來乜嘅係狼性，乜嘅係小確幸，你知道七個性格，算來係偏向小確幸，還是偏向狼性那一派來自己先來講？我感覺我非常明顯就係小確幸、小確幸派。不過我感覺我性格都沒有一絲絲嘅狼性嘅特質。狼，佢搭上嘢就會變神。越講就越講嘅拗。唔係啦。不過我感覺兩啥唔強嘅地方係，佢哋對幸福嘅滿足嘅感覺，佢長途係唔強嘅。用蠻講長途冇咁樣。可能像小確幸嘅人係為到理想來生活。嗰時候佢可能冇賺錢多嘅錢，我可能佢就得用細細一絲絲嘅錢咧，就感覺講有啲細細嘅做啲細細嘅幸福嘅事情，就會講錢滿足，有啲療癒嘅感覺。療癒感覺。嗰時候就會講唔係賺到錢多嘅錢，唔過要有唔是嘅人。幾狼性咧？狼性，我講狼性就係佢哋咩為到理想來生活，唔過佢哋冇辦法因為細細嘅幸福就滿足，嗰時候佢哋會追求更加高品質嘅生活。所以你知道狼性嘅人不會安於現狀，冇錯，有好要更好，精益求精。給小鳳呢？你知道你這個係小確幸派還是狼性派？我當然係狼性咧，色狼嗰種。咩啊？有槍哦，有槍哦。有野性嘅嗰種，野性。你衝嚟結婚時，我特別帶伏卡。然後結婚時，我要知道講結婚了還有自己嘅想法，就講跟住搬出來啊，那不用就會驚，我講不要驚，有什麼好驚的？搬出來就好呀。如果我有遇到困難哦，跟住解決啊，係這種狼性嘅人，只會有一個目標，好，只會有一個設想，向好方向以後，就會不擇手段去完成佢。好，嗰時候嘅時間我喺細個嘅時間，冇聽一發。冇聽一發就搬出來，對啊，就是我們有目標，有目標就唔會改變。真嘅，懂有行通啲哈，就是狼性嘅人，就是本你知道這個人很有規劃，懂有規劃，佢飛機能起到咧。我先講嘅其實比較小確幸啦，係，可能老大家講嘅差唔多，係從個名路單位當中因為討論講啊，一點點什麼東西，然後就可以滿足嘛。是從兩下大家係。做些甜啊，和從解錢就少啊，從解服務業啊，已經啊去19點鐘已經上班，可能去下班嘅時間去買一杯什麼珍珠奶茶、冇鹹酥雞啊，那個魷魚羹啊，回家享受宵夜，其實都已經是小確幸。對，台式咖凍音就按用使用，兩個很小的、小的、微小的東西，就這種慢酒嘅嘛，跟泡沫就起到有改變嘛。泡沫是因為我哋其實小確幸，人家名詞是特徵阿種。不講，他是從日本傳過來的嘛。我講啲其實係一個作家村上春樹啊，所以佢書裡邊是寫到小確幸啊東西。我講啲其實他是
安稳踏实的幸福啦。天贴实在，香港老狼性比狼还记得狼性谁？代表在这里，狼性的代表，所以本人可能好有压力的那种感觉，不音乐压力，压力威胁，被你哦，还没被你哦，这个会给旁边人很多压力哈。不过小确幸，刚刚嘅 Freaking 有講到，就係給新嘅就係較貼貼、較實在、較實際嘅人哈。嘅白客唔知道你自己係小確幸派，也係狼性派。我當然未係狼性嘅人啦，因為我夠爆，愛喂爆，冇啦，體重嗎？體重嗎？冇啦，亂講。因為哦，我從細的時候，我自己講哦，我一定會做超人哦。咩電視上哦，你看到打擊犯罪嗰種哦，愛啲黑馬街小雨就是遲到超人。你個超人係超凡人所不能嘅人，係超人。假使吼影線當中吼，大家階段全有金字塔吼，我一定會做最當嘅人。跟你去做直銷就好了啊。哦，冇啦，金字塔。從我讀大學嘅時節，4年嘅時節嘛，4年嘅時間啊，日本人吼讀一家科系，我用4年嘅時間得到咧2個學位，還有一個輔系。有啲廣告咧，廣告嚟啊！出社會嘅時節吼，日本人吼一年當中就有24點鐘，你有48點鐘。我還會用25點鐘來食條路。4個小時，有更多時間就做更多事。哎，古嫂，真正哦，你對一開始都你也蠻看咯，白劍真嘅係對自家動有要求，韓國對家朋友咩動有要求。都好啦，呢一種性格其實咩算來係好嘅性格，跟你敢知道嘅狼性然後小確幸都係佢兩曬嘅檢查到那片咧。我自家就係小確幸嘅人，因為我上到出動幸福啊。唔過我知道小確幸。很多上來就幸福，上來就出動一邊就幸福用啦，你冇係。嗰陣我就係小確幸嘅代表。唔過我說小確幸還有狼性啊，呢種三毛錢就係小確幸簡單，其實佢就係動容易歡喜，動容易滿足。唔過啊，狼性其實就係野心較大條嘅啊，要求嘅東西較高啲，就像白強啊，個消防安樣。嗰種呢種嘅差別其實差動態啦。真嘅，像家你家按你講起來吼，天從大家就知道小確幸嘅人吼，都容易滿足；嘅狼性嘅人，都有野心，都有侵略性吼。咩有人講吼，小確幸嘅人完全沒有野心，不會去爭取，跟你係按呢嘛。自己知道小確幸嘅人真嘅冇野心係嘛？唔係啊，容易雖然小確幸、小確幸嘅人很容易因為細細嘅幸福就感覺輕滿足，唔代表你冇野心。係，唔過我而家講嘅狼性嘅人啊，因為佢冇辦法，因為細細嘅幸福就感覺滿足嘛，佢叫需要更加多嘅資源，感覺我嘅想法輕澎湃，我做來輕好，故所以佢就會硬逼切㗎，結果就變順風嘅人心態嘅壓力威脅嘅感覺。古嫂，唔知老嘅用啥講法係嘛？壓力動態感覺。古嫂家自己是知道，嘅狼性嘅人上司會本順風嘅人知道都有壓力，嘅會見你知道狼性嘅人正經係按用應係冇？我其實知道狼性冇唔好啦，對嘛？還沒講完。所以講狼性，我知道其實是係好有野心啦，然後企圖心好強。從頭把我投訴改時間，我哋班上動到那個對岸來的交換生，都是港澳。他們就真的動狼性，走事情走到非常的到位，所以佢用心啊，退班嘅學生都會有一股無形的壓力，這樣係啊，我有壓力啦，肯定會有壓力。真嘅，台灣嘅學生啊，接上本拿來撈嘅中國啊、日本啊、香港啊、新加坡，了到其他國家嘅學生來比較，講台灣人嘅學生啊，哈，嘅冇競爭力，是不是真的這樣？可是我知道吼，因為倒轉去看，那台灣人嘅本身嘅體質、本身嘅性格，還有教育嘅地方來看，係咪按用應？嘅你敢知道咧？
来吃到迄个龙心吼，一生人都龙心，非常的可爱啦。不过，真嘅迄啲休赏年嘅时间，有体力嘅时间，伊按有目标係同好嘅事情。不过，虽然龙心唔係快嘅事情，不過按有一生人啊，都係龍心嘅時候係非常可愛。因為啊，啲啊成法當中，其實就係好好享受成法嘛。按用一直本切嘅成法壓力，對我嚟講，對真嘅動向，我對龍心真係有一些冇了解啦。真嘅，唔過像動作新聞沒有講講，像中國、香港還有日本，佢哋幸福指數其實非常低。真嘅，雖然佢嘅經濟上可能比台灣好，不過佢嘅幸福指數真係大很大。嗰時候佢哋有動到嘅人，可能就來台灣成法，可能台灣嘅經濟冇佢哋按好，不過佢哋就會現在按用較好嘅幸福嘅成法來做一下選擇。就係成法仲累積了嘅細細嘅幸福吼，雖然平常很拼動兵，不過上就會跳一下戲，係咪？嘅阿小鳳啊，你係狼性代表，你對呢種小確幸嘅成法嘅方式知道很用版咧。我做小確幸冇乜解唔好，因為小確幸兩下就過橋吼，兩下就過橋。因為我做小確幸嘅人就係懂知足嘛，對嘛？啊，你一件東西係乜解？拖進去做伴娘。東西係加落個，其實講王太太啦。因為細單件男人人最強乜解？最強就富人家不滿足嘛。錯嘛？一個冷性嘅人咩嗬，咩冇乜解唔好。如果搖掉嘅人，搖掉嘅，我太年前3點鐘，4年前鋪上嘅一層風，就講小確幸的人知道講，哎，這個很棒哦。不過冷性的人知道，這還好，還好，這還好，嘿，就唔提供那個飲水思源啦。有冇就講你愛吃果子，會擺書條。你就講受人點用有蠻報以湧泉。我唔係冇啊，我唔係要啊，我唔係提供我感恩啊。要啊都嘛冇。只講看事情啊，只講人性嘅人看唔會安於現狀。我哋下試定咧嘅普通嘅菜，我想講我揾嘅進口嘅下牙，錯嘛？我哋下食嘅東西，我哋下成法，我想我存下較多嘅錢去進步啊，這人性係咪很好？唔就係咩唔滿足，係唔拉滿足。一唔知足，係唔知足。不過到底嘅小確幸還有人性，到底嘅你這成法上，敢有遇到安尼朋友冇？你先聊下，等下再來繼續來講了。就也現場就有動到啦，將就一下。小確幸我大哥強調冇乜嘅唔好啦，因為佢懂知足嘛。不過小確幸咪有加到反應，強過歐巴，用版歐巴。有食到嘅凍好食嘅蛋糕就好好吃哦，啊食到嘅糍粑就好好吃哦，用版冇本糍粑感覺就懂跳嘅。就好好吃啊！我本糍粑咩啊？就食到乜嘅反應？就感通啊！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現場嗬，家大家講到千多小確幸，還有人性，還有講到人性唔會滿足，喺目頭前看到嘅東西係緊追求新嘅東西。OK， 白強唔知道小確幸對你來講係乜解咧？對我來講吼，小確幸是思維注重哦，思維 focus 到你面前嘅事情哦。我對我來講哦，像人性嘅人哦，是會有當初嘅規劃係嗎？嘿，其實我嘅規劃啦。我來講我大學嘅故事哦，因為今年哦，我係18歲哦，還蠻讀大學嘅時間，我是開始打工咧。嗰兩時哦，我一張嘅私存哦，差唔多4-5千塊哦。我求睇食嘅東西啊，求睇我嘅交通費啊，我喺我逼我自家哦存錢哦。嗰兩時我買咧2年會存10萬塊嘅保險咯，儲蓄險。雖然啊，你下目條來講咩動態嘅數字哦，不過對嗰兩時間我來講哦，咩係動態嘅挑戰。係動態挑戰，不過上次會衡量一下自己嘅能力嗬。駕駛拿唔出來，你就廢台咧，係咪？嗰時間有把它解約掉嘛？冇，完全冇。到去年嘅時候，去年係24歲嘛，到期了呢。是像我兩多錢。嘿，是像我18歲嘅我對24歲嘅我講哦，你做到咧，都好嘅感覺。厲害。唔但搶安用咯，唔但搶安用因。
到期嘅時節哦，我冇去買嘛嘅東西哦，我罕如買的而且6年春100萬嘅保險。哇！到我24歲嘅時節買啊，所以我到30歲嘅時節會收到我24歲送嘅東西哦，送嘅禮物。像係30歲哦，人生一個階段哦，送到禮物，我感覺。我為哪個錢哦，為創業哦，也係去賣貨。老闆，你係龍心。老闆好。哦，老闆好。你知道龍心嘅研究，它有明確嘅目標。係正經。第一自家愛乜嘅？韓白古所謂規劃自家嘅人生哈，古所大家對龍心還有嘅小確幸哦，就有一個有很明確的定義啦。不過開家嘅時候，敢有個小確幸的朋友嗎？嘅回應你宣紅，敢有啲小確幸嘅朋友？我有一隻什麼朋友，可是我哋下係用村上春樹呢個定義是係安穩踏實的講小確幸，因為我個朋友啊，佢係什麼？他是某科技大廠的高級軟體工程師。哇！因為係嗰種年收入100萬的那一種哦，佢其實都佢差不多35歲嘅時節，其實想清楚他佢嘅小確幸係乜嘅，所以其實讓佢嘅投入辭退，轉去老家關係開一間細細嘅工作室，開始開始佢想要做嘅事情，其實開始創作啦，開始係佢嘅小確幸。呀，總之件懂唔簡單，懂唔簡單。那個本單係因為傳8萬 K 嘅工程師工廠系，一下會轉去做自己創業，可能可能一半都不到，真嘅。大家會知道吼，命上會睇，又會賺錢多錢，然後人生嘅目標。不過有人會知道，我自己追求自己嘅理想，自己想要做嘅事情，那就按到安排自己的幸福。那種其實算是村上春樹給挺一種小確幸，就是我自己覺得做這件事情，我覺得很安穩，很踏實。給你講，身後嘅小確幸朋友係乜嘢？有我認識嘅東江嘅細妹朋友。唔係啊，比人較強啊！但係咧都會潛嘅小確幸用辦來潛咧，因為幾時隻嘅華山嘅 V 啊，華山嘅人氣啊，有一棟時行嘅傳茶賣涼水嘅店鋪，很多小確幸，係賣嘅紅茶牛奶嘛嗬。故說啊，一啥細妹後就會到追求一小確幸，當然都逼佢朋友，拜託，拜等下去買小確幸做啲冇啊，故說啊，就早晨啊幾日當然都有小確幸咧。我啲廖生員啲講埋嘢，廖生員佢相例身高168。我們帶種啦，就係自己講給你啦，就係。哇，跟住你身後面有安尼小確幸嘅朋友係冇？有我身後面有親戚嘅朋友，大部分都係小確幸，唔係你，係 Vicky。因為其實我講可能係因為你嘅朋友，大部分經濟嘅能力係差唔多嘅。像我嘅朋友簽到小確幸，可能記得就係啱頭可能去居酒屋啊，食嘅串燒飯嘅，是比嘅生啤酒嘅，比如就講哦幸福，係還有可能記得有段時間叫去旅行100，沒有講到錢幸福，還有你細妹人用買去叫買100你嘅衫褲，較好嘅衫褲，還有卡棒，這樣非常嘅幸福，係冇？所以你剛才知道你有統一嘅感覺？有啊，完全是物以類聚嘅人啊，記得就唔係啦。我記得龍同龍鳳。切斷。他們是狼性一起嘛，小確幸3金3角。從金三角小確幸。古上嚟講小確幸，真係物以類聚。唔講嚟講小確幸，家下按小朋友講嘛，應該龍心可能就較有目標嘅人。唔講按小確幸嘅人，咩動有目標哦。嚟講小確幸嘅人唔係講冇目標，佢係有目標，唔講佢較會感恩啊，佢知道哦，懂到這個事情，知道懂關係。係唔啲感恩啊，要求聽到嘅啦。唔啲感恩啊。真係講小確幸係種好嘅事情。係啦，唔會講我小確幸嘅人啊，他會感恩，他珍惜，他通下東西，係唔係？嘅王小鳳，你身旁敢有那種小確幸嘅好朋友？你啊，是不是主題係互相傷害咩？對。其實我講係身邊有小確幸嘅冇啦，哈，就也他現場就有動到啦，將就一下。小確幸我大哥強調冇乜嘅唔好啦，你必須懂得做嘛。唔過小確幸咪好記得反應，唱歌歐巴，用版歐巴，有食到嘅董後食嘅蛋糕就好好吃哦，啊食到嘅糍粑就好好吃哦，用版冇本糍粑感覺就懂聽嘅，就好好吃啊，我本糍粑感，咩啊就食到冇嘅反應，就感通嘅啊。
啊，後生就後生啦。叫生一好嘞，莫個吵，莫個吵。其實夢想夢嘅表現，留整自己咁樣嘅，即係其實又係算一種真情流露嘛。就無說講好東西用嘅。你係坦率啲嘛？坦率。但係你選項嘅小確幸嘅好朋友係嘛啥？我就當到小確幸嘅好朋友，記得講吼，記住目標吼，唔過該目標唔會隨時改變，該唔按到目標。好講法哦，好講法哦。我有好講法，因為我會讓我大家分享嘅我老太嘅故事哦，因為佢係我嘅老太嘛，所以我咪當翻腦機啊，佢倆下吼，從倆下佢大學3年生啦，佢身上吼完全冇乜嘅積蓄呢，冇賭到錢啊。嘿，我是感覺動奇怪啊，他有你就好啦。你就是他最大的積蓄。怎麼聽起來好像是她男朋友？我時常哦苦口婆心老佢講吼，我改良時啊，大學嘅世界啊，營養版啊，我連我所有嘅慾望哦，營養版嘅存錢哦，我爭做得存一點點錢啊，本來吼到畢業嘅時間，唔想來去煩惱啦。做得做我自家放棄嘅想做嘅事情啦，投入自由工作者，佢談到係咪感覺還蠻有道理哦。不過佢馬上是講，不過我感覺我嘅人生當中，我只聽愛煮美食呢。我會讓我所有嘅錢愛去食嘅東西，我是感覺有道理。好啦，有道理啊。你是非常注重你大家嘅小確幸，大家嘅慾望，你是會讓你最大嘅慾望講拜拜。那有按洋蔥？有啦。有啊，乜嘢都上身，白夾唔單唱對自家動音跳，佢對性別嘅人，韓國加老太加唔朋友，加爸爸加媽媽，全部嘅人都動音跳，都動音跳。不過你係唔懂可以放心，因為大家家講嘅就係朋友嘅小確幸，自家有小確幸嘅生活方式冇？阿志有，我嘅小確幸就非常嘅艱難，而家係小鳳有講到嘅。唔用係啦。像我有啲時，像我2年嘅時候，我就會去個咖啡店，就是個喝拿鐵，還有放嘅，給人講哦，很幸福。還有2天嘅時間是嘛個小鮮菜，哦，很幸福。還有買老太哦。還有2年嘅時間，我就會帶我嘅阿弟去照嘅公園發山照哦，幸福啲麼？最幸福嘅就係我大擺6樣啊，6天了向我全部看，就會出個冰箱打開那個牛腩，放嘛個玉米片，就哦，好口味嘅，真的，小口黑。那你在整年就要有誒，感覺你整自己嘅唔係小確幸，佢嘅好曬。因為全部老師有關係，全部老師有關係。慧琪，你知道人生當中，人生當中嘅小確幸係乜嘅咧？咪係好曬了。咩好曬？係啊，因為知道吃東西做得慢久嘛，那你下講嘅是用動簡單嘅事情來慢久自家嗰種小確幸，所以我當好湊地走個頭，然後家裡的餐桌，然後吃我妹妹煮的菜，當幸福，當幸福。你必須講唔是住。唔係啦，係冇空用啦，係那個是有家的感覺，係因為你知道有少暖嘅感覺，我看因為照顧你嘅感覺哈，嘅波天哦，你有小確幸。哦，我嘅小確幸哦，是因為我嘅跳路係愛趕倉拿到錢嘅時間，唔係摸下啊，幾多摸下？因為時常哦熱穿哦，熱穿摸熱穿哦，假使哦我聽到哦熱得哦上熱穿嘅跳路哦，提早結束咧，也係哦下熱穿嘅跳路哦。地咧度咧，我要喊做啲簽東西嗰時候，喊學也係哦，我去補習班去教課，喊係去家教嘅時間，該那個家長就本來準備食嘅東西，我感覺哦小確幸。很彩多，你都從頭食個東西，所以佢唔係小確幸，佢係上錢。正經，不是錢咧就小確幸。攏性嘅因是係向前看，還有啊，另外一隻吼小確幸是係，因為我做跳路嘅關係吼，始終係下晝跳啊，還係暗部跳啊，冇像吼一般上班族啦，我躺到鬧鐘我說哦，馬上我紅衝哦，我跳路是。工作大半都遲到。躺到鬧鐘嘅時間是會哦。
原创哦，10分钟会好咧啊，30分钟好嘅啊，时常哦，我感觉原创哦是我最大嘅小确幸。不过像至于讲嘅。我时常认为我嘅小确幸迟到。你都等你留样在心里。不错，总把强的小确幸，係建立到大家嘅痛苦當背。我哋坦白總把強過蠻多，佢唔單止可以搶涼水，還可以搶大家食大菜。觀眾朋友，咩要嘛？整發當中嘅小確幸，聊下先聊下，等下再用來過來老大家講下台灣人嘅小確幸，到底係乜嘢了？我去等茶嘅時間，唔是等長久。我等茶嘅味哦，一下就有菜小確幸。差台就係有陣時我會讀到嘢，比我行較高嘅時來，我就我從來安用哦。冇，唔係。我知道咩哈？我有很多嘅小確幸咩哈？有可能係富6代造成。富6代，唔係你係富6代。我來這個福開東有錢啊，就冇食冇力嘛，叫佢吃鹽佢就變得沒有攻擊性。你暗用啊？唔記得佢似個係哈士奇嘅，見到佢似係吉娃娃。歡迎大家到咗嚟《後生睇上個嘅節目，大家就講到聽到自家生活當中嘅小確幸嘅方式，咁你講自家平常是怎麼樣達到小確幸？我平常時當然都有小確幸，因為來講呢，就比方講呢，我去路巷啊，看到一個東江嘅米飯，像米飯可能390條，唔過我喺廟路巷看到39條天，小確幸是有確幸，也是小確幸。韓國天氣就係我去等茶嘅時間，唔是等長久，我等茶嘅味哦，一下就有菜小確幸。差台就係有陣時我會讀到嘢，比我行較高嘅時來，我就我從來安用哦。冇，唔係，一行走嚟，我都嚟看到面啦。應該都得看到面，真嘅。你講到安呢，跟眼到路巷看到柴犬咩小確幸哦？係啊，用嘅啊。Hello， 跟上個都蠻緊。你小確幸啊？你咩小確幸？大就半個小確幸，叫我唔愛啦。沒有你，你講這個係狼派。咩狼派裡面有小確幸啊？好啦，你講下平常時買個小確幸。看到我係小確幸。我記得你唔愛就講。看到講你的小確幸太小的小確幸了。我小確幸當簡單啦，如果去買東西，條價照唔出錢。小確幸，照唔出錢。哎，然後看到我買按槍愛小確幸。對於黃小鳳來講係小確幸，對楊妹來講係大悲哀。當槍愛要驚無驚咩？這個我咩當簡單啊，就看到主角空有，要是到客家小炒，我就懂蠻久嘅。真嘅，大家嘅小確幸嘅定義冇相同嘛，有人會知道美食，有人係冇嘢上到槍切㗎，有人係路巷讀到西來嘅東岩道嘅西來，有人係老福卡人大疆下咩係一種小確幸嘛。不過廟路巷接上講台灣人冇嘛嘅人性，冇嘛嘅競爭力。咁真經係按呢？自然知道台灣人真經冇按呢競爭嘅人性。我感覺係真經比較係按用性，唔過我感覺按用性咩冇唔好。前多年超講啲嘅台灣後生人啊，冇打拼啦，冇野心啦，用辦嘅。我感覺唔係真經按用性，係因為我上看呢啲下嘅台灣有啲本啲後生人發展嘅機會，啲嘅舞台係有環境冇，係因為啲現車就嘅講人性嘅環境地位度呢。個小確幸嘅想法，就係人性地位，有追求自己嘅小確幸，唔錯。因為你咩冇可能像中國啊、像韓國、像日本有按個嘅發展嘅機會嘛？小鳳唔知道自己講嘅用法，真難得咯，有人性嘅既然有小確幸嘅想法去強用，同認同安尼嘅想法，就是講，我知道講，當然講台灣人冇乜嘅人性。係所嘅唔係嘅主要原因，主要原因係環境，因為冇好嘅環境嘛。就講創業來講好誒，像東東也要創業咩哈？創業的那個模式係國內經濟，佢本身就冇乜嘅海外市場，即係等於講你在國際上冇乜嘅競爭力啊。久而久之，按你持續的循環下去，跟住。那個沒有競爭力，奇怪音傳，奇怪音嘅詞，講到虛掉。其實兩喺老台灣，還有即係佢哋國際上嘅情勢、國際競爭情勢有關係。因為台灣，你看西邊係中國、
北片是日本，南片新加坡，优势片是美国。台湾都按照各个强国的竞争的之下的当中的一个小国，其实台湾的处境跟真正是同困难嘅吼。佢反而唔知道很用白呢。台湾人真正冇人性，係冇。一次都有人性啊，有人性。係啊，和頭先趙峰講啊，其實我一直都咧係有一句話，按到越在地越國際。係咩？因為你越在地嘅東西，係你自家嘅東西嘛。我頭先講啊，嗰個朋友嘛，幾多高科技產業轉換到一件細細嘅工作室，你冇可能用你哦微型創業體哦。佢雖然錢可能冇特別多，可是到幾個創作過程當中，其實係當到外國人去參加幾個創作過程。所以我睇到冇乜嘅唔好，就是溫柔一點的狼性。啊，火呢嘅狼啊，佢白強唔知道台灣人係咪因為幾年帶到嘅小確幸嘅空間幾度，故所冇競爭力。正經嘅咁高啦，台灣人冇乜嘅浪線啦，咁長捱啦，因為哦，你唔係台灣人係嗎？好啦。你看滿街哦，個夾娃娃機店哦，你是就咧看出來哦，日本人全對口改種哦，以小博大嘅感覺。你會發10 Q 去夾到8 Q，也係1000 Q 嘅商品，市場你發50 Q 市場嘅中樂透嘅感覺強龍啊，全係投機嘅心態啊。我想講台灣人當然有那種投機嘅心態，所以用小博大，係嘛？完全冇唔錯。剛白強講的，其實之後就會講，因為講台灣人就是永遠都待在自己的這種舒適圈裡面，冇去我不會去競爭。你敢知道台灣人真係冇人性係嘛？台灣人真係冇人性，唔講係自家會知道幾擁有嘅咯，我說唔係一件唔好嘅事情啊，因為人性雖然有目標，唔講係知道唔係人性，咩係有目標啊，因為達成人成功嘅天意無強用，可能有啲人可能自己好咧，佢可能知道當然有小確幸，佢就會知道也就會幾成功啊，也就會知道佢動滿足啊，我所以我說達成人嘅成功天意無強用，咩無代表人性嘅人就會成功，就會經濟會較好。對誒，唔過我要補充一下，因為我有看過一本書，就係他講呢唔好過被台灣嘅後生人，愛搶中國嘅後生人按龍心，因為台灣頭擺嘅教育，佢就會講愛有感恩嘅心啊，愛知足啊，愛乖啊，故所這樣促成台灣人其實動人都會較小確幸，都會較少龍心嘅人。真嘅，從我從細就有聽先生還有青島嘅總編來講，吃虧就是佔便宜啊，真嘅，故所有常說本人媽嘅時就排泄應該有怪精。然後你還吃到我佔到便宜。本姨媽嘅哦，嗌啲咧，嗌好多錢到嘅東西咧。之前大家講到一個當中有一個點，就係教育老環境。你社會建構，你總唔得去老去上漲，總唔得去競爭嘛嘅。故所你都太好，唔抵去競爭。故所你喺一個從頭到尾喺個教育嘅環境，讓向你嘅生長環境，然後你嘅性格嘅成長嘛，對唔對？嘅回饋很期待咧，呢個小確幸佢心中嘅培養到底係乜嘅咧？我喊係用村上春樹是係安穩踏實，我記唔記得村上春樹嘅？係安穩踏實。都在輸幾多錢？幾多錢啦？係用幾個概念來講小確幸啦，因為咧嚇環境是競爭大，然後壓力又大。我知道小確幸其實話幾個自家就會條路，因為人性派嘅人其實係野心好大，從特登北強其實先存了10萬，和其實是到佢30歲時有100萬嘛，所以應該是到那種人是遇強則強，和企圖心是好友，和小確幸佢冇可能讓安人感人去競爭啊，所以佢自家是會有一條佢自家小確幸派嘅路。因為你公用辦競爭咪經唔過嘅總白強，比唔過佢啊，比唔過佢，係啊，所以我哋自家有一條路行出來，追求自己的幸福嘅感覺啦。自己知道咧，小確幸形成嘅原因係乜嘅？像呢片藝術分享下啱啱呢隻詞彙，還有很多精緻窮，係除咗小確幸，還有不會有糖果嘅精緻窮，很精緻，但是又很窮，對。呢個精緻窮，係其實大部分係講兩下嘅後生人生活嘅方式。像你雖然非常嘅窮，非常嘅冇錢，唔講你行喺上去個自家上去個嘅生活，還有上去買你自家上去買嘅東西，為到你上去個嘅生活，故所你變到較窮。
但是我们穷的理直气壮，活得光明磊落。对，故说我刚刚讲，即种咧下嘅后生人啊，讲到了那年代，因为安利嘅后生人冇脚數，安利嘅做啲買起屋嘅啊，還有穿青島錢嘅年代，故說呢，安利。因為按用冇穿青島錢，嗰陣你先車小可係嘛？唔講你安尼咩冇因為冇穿青島錢就放棄講安尼嘅生活嘅品質。嗰陣我感覺小可係咩係呢下時代嘅無奈啦。唔講你我感覺講係咩輕慢咗呢隻生活嘅方式。係。正經家講到清楚，因為安尼呢下後生人呢下年代唔係像1980年的那個經濟泡沫化嘅時代，買一個東西你就哇一下子那個房子就買好多，對不對？結果到時候這個美國2代房貸的風暴事件就發生。故說你哋喺兩個年代，搶走的啲自家有可能達到嘅目標地度，完成自家嘅夢想嘛。小鳳，你知道因為小可hen用版來形成呢？我知道咩哈？我有很多嘅小可hen咩哈？有可能係富6代造成的。富6代，媽你係富6代。我來這個福開東有錢啊，他從小就含着金湯匙長大嘛，係嘛？啊就冇手冇力嘛，啊叫佢吃鹽佢就變得沒有攻擊性，就變得很溫馴。你唔記得佢自己喺哈士奇嘅，記到佢自己喺吉娃娃。嗰種你知道就係一個環境嘅影響，有地位係按用嘅嘢。白camp知道嘅，福卡到社會嘅環境對你聲音嘅心中有影響嗎？有啊，因為哦，我感覺是係家庭複製嘅關係啦。像我家公啊，佢係外省人啦，所以攞到台灣嘅時節哦，冇親人，冇人做得落去承受啊，所以哦，佢為到吼傳起來養活一家6口，佢死幾行差死到70人歲哦。喊就我家婆啦，我家婆吼，佢係出生到農家啦，所以佢唔必死，唔過佢未為到傳起哦到都市地圖吼，雖然哦不應欺負哦，佢係。媽嘅條路圈走，所以我感覺我媽媽就傳承哦，延續到幾代嘅。要傳到幾個時間。嘿，真緊，所以像我媽媽吼，為到養活我跟我弟弟嘛，所以佢到台北到突然吼，兩個蔬菜吼，通勤長達了22年，哇，完全冇停哦。北強嘅意思就係講咧，人性老小可恨哦，其實老福卡嘅教育，韓國社會嘅環境最近有動態嘅關係，你睇韓國還有馬嘅3泡世代、5泡世代、7泡世代，都在你喺馬嘅咧，你閒聊下，等下再來繼續來睇下講了。我剛剛喺切格講過，我做的過來輕非常的充實，輕有自信就做得。懂食材，懂蠻久，這個有蠻久啦，因為人生係切格嘅。嘅白camp咧，你阿嘅生活嘅態度會本自家其他人嘅人養到冇？當然唔會啦。佢很有自信。其實哦，因為佢係人向偏遠嘅。還好意要我自家嘅價值觀啦，所以咩披薩人向係出係我人向披薩。歡迎大家都做嚟後場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哈，剛剛前面有講到嘛，個小確幸和狼性之爭嘛，不過你下韓國出現一個新的名詞，很多3泡世代，大家知嘛？個3泡世代嘛，就係唔談戀愛、唔結婚、唔共治，來到都拋家棄子。一開始就冇嘅東西不能拋，一開始就冇那種嘅慾望咧。所以嗰時候咧，可能係老人際關係沒有動態嘅關係啊，就因為你人生中你找不到這種可以跟你成家的人，所以你就不想要談戀愛，不想要結婚，不想要生小孩，也可能跟經濟有關係。跟大家身旁更有那種3泡世代嘅朋友，啊自己有我身旁就有3泡嘅朋友，不過呢隻3泡嘅朋友唔係一開始就先車講哦，我會做3泡，佢一開始咩冇想為3泡嘛，係因為可能佢一開始一次就冇讀到對嘅人。係硬期待，慢慢又等唔到，故所以就將佢哋生活嘅重心就轉到佢嘅條路當中，就讓我你下做3泡，未行做地嘿。故所以個自由戀愛嘅時代，咩有一些咧唔好嘅地方，對亞洲人來講啦。咁附近人身旁更有兩種3泡世代嘅朋友。其實有，係誰買嘅？你看從人家那種年紀，係嗰種什麼是動就很有本事啊，他就自家狗生發給放心，所以佢通通拋光光啊。從兩下動都罐頭條件自己都應該要結婚啊，又查某卡又聲音又差又薄，其實大家都對佢來講都會鬥嘅。
嘿呀，其实对俩哈懂得现代人来讲，刚刚讲的那些对他们都是。尬讲就是额外附加条件。我就算没有爱摸谈恋爱，爱摸结婚，爱摸成姻呢，爱每几个以上因走在狗的洞吼，对他们来说这是附加条件而已。就算没有这些，我可能过得还更好，系咪？给你感知道，你用板来看两个事情呢。咁他自己還有飛行講有三跑屍胎嘛，唔講我有談過嘅七跑屍胎，跑動到跑翻嘅跑嘅結婚嘛，養子，韓國談戀愛，買屋嘅，韓國年紀關係，韓國夢想，還有希望，哇，七跑，連夢想然後希望都來一搏睇。真嘅，我做聽我爸咧，你人生當中你嘅夢想還有希望，最近你希望你都冇嚟嘅，你啲成發當中愛成發嘛？我有買成發，係啊，完全冇目標啊。最近嗱，就像白強挑白講嘅。為條氣嘅肉，為條氣嘅肉冇唔錯，冇唔錯啦。故所我說一七跑屍胎聽我爸嚟，唔啲成發當中都喺做嘛嘅，因為我知道啲成發當中唔係做好好上網打拼，為到人設計目標，好好嚟過未來嘅幸福人生希望。真嘅我知道跳到幾錢嘛嘅屋嘅啊，嘅嘛嘅真嘅拋掉我自己一個人可以，因為他自己有自己嘅理想，有自己嘅夢想嘅。小鳳，人順風感覺安尼氣泡世代嘅人，都嘛愛做氣泡呢？愛講人是泡，你可以嚟做泡青島，可以嚟做毛皮夢啊，你可以嚟泡氣泡，你可以嚟做毛皮夢啊。我就覺得說三泡愛做氣泡，他洋蔥，你可以洋蔥啊。其實有，而且就係戲劇好演呢。氣泡誒。其實都一道啦，就講因為佢哋從細誒，你專業一學10年咧，嗰種而家10年當佢冇學配嘅東西，出畢業以後要出社會嘅，可能沒有嘗試啊，可能會碰壁1-2次，以後佢就想講啊，算了，我就咁用啊，然後就開始講誒，有 case 就加 case，有些做些，冇些就咁用啊，就呼吸，就不用就呼吸，可以了，講你可唔可以講呼吸的咯？係啊，其實給他成分冇馬改變，就因此按用循環無限安尼，當然就能講嘅。成分當中就冇成順嘅日語啲嘅片吼，其實唔管係3跑、5跑、7跑，呢一種人吼，可能老師嘅性格有關係，唔過行得多嘅關係，可能就係你條多加要講多，就社會嘅環境對於後生人嘅經濟來講，反正他。去哪裡都是22K， 我在這裡過我也是22K， 我去那裡我也是22K， 那不如當一塊會呼吸的肉就好了，對不對？所以覺得兩個社會環境，本兩個後生人知道我沒有希望。故就兩下真正要按你嘅情形來講啦，嚇。不過大家自己嘅想法態度會本順康嘅人來影響嘛。故就你嘅順康可能有狼性的人就變狼性，有小確幸的人就變小確幸，有3泡世代你就變到3泡世代，不按你嘛，給自己。其實我以前非常容易，因為配上人對我想法嘅看法，還係我看到配上人想法嘅方式，就會影響到我自己嘅心情，係我自己嘅狀況。不過後來我睇嚟佢就發現講，其實配上人又冇辦法聽出我想法，喺我自家出嘅對自家負責任啊。故所嘅我剛剛喺自家感覺我做得過來真非常嘅充實，真有自信就做得。懂食材，懂蠻久，自家有蠻久啦，因為人生係自家嘅。你白講咧，你一個想法嘅態度會本自家其他人嘅影響到冇？當然唔會啦。佢係有自信。其實因為佢係影響偏見嘅。還好，意有我自家嘅價值觀啊，所以咩披薩人用嚟，出係我人用披薩。真嘅將夢想本講係安尼吼。唔過吼，後來啦，我感覺吼，只要全世界人當多啦，我總得改變全世界人啦，我顧好我自家嗜好嚟啦。因為吼，有一個原因啊，主要嘅原因是因為私有只有吼佢唔同，我熱切向天走，就有差距啊。係嗎？係啊，所以有差距。可是你唔同，你就更加歡喜。真嘅，對，真嘅懂龍先嘅。小鳳，你知道你會本配上人來影響到嗎？我知道人係感官動物，故所嘅天會本人影響。就講人家自己講嘅嘛，我說見咩係本人影響，只是講嘅想法正確，聽，係嘛？唔係有本人影響啊，因為你本人影響到唔到自己講啊正面啊，係嘛？要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嘛，那有可能冇本人影響。故所美好，我們要選擇環境、朋友圈，跟對的人做朋友，係嘛？如果大家愛請朋友美好，就請來。好，謝謝小鳳，謝謝。
跟回見哦，回見你自家嘅個性法嘅態度，其實到子瑜講嘅咪差唔多，因為大家應該力量全部走出來嘅時間，跟耳語其實都等一樣。所以從愛啊，其實應該是先就是不要聽人家講，自家走自家嘅。可是愛，幫我愛有成功，所以我還得當相信愛自家，是係沒冇條面向自家。所以愛記得甘地有講過一句話，一開始他們會忽視你。翻譯一下。按臨時甘地啊，日本性上回來了。甘地我搞到。一開始他們會忽視你。First, they will ignore you. 然後他們會嘲笑你。Then they will laugh at you. 接着他們會打擊你。Then they will fight you. 然後你就會獲勝。Then you win. Bravo！所以是冇糖皮沙講，係仲有朝定之界鋪啫。而家講乜啥講嘅？甘地，唔係乾爹嚇，唔係乾爹，又係乾爹啦，乾爹。誒，白乾自家係性法嘅態度係乜嘅？其實我就有一家座右銘啦，態度決定高度，格局決定結局。那是我一聽我做超英哦，是一聽我做超凡人所不能改人哦，因認為哦，我本來科學英啊，就很好好改性法啦。哇！我哋個超英冇遲到哈。好，遵命。啊，冇滿到哈，冇滿到，你看那你的錢就會不見了，全部請大家吃飯。總得半部學英嚟啊！誒，其實我嘅性法嘅態度係乜嘅？自家有座右銘嗎？我記得先生教過一句話：生我乃農，一聽我本來有才華，係啊，就講唔本來講冇才挑命吼，唔講冇關係。我冇才挑，我出世都有錢人家，安尼我就唔是少咧，係嘛？那假設我當有才挑，我唔是驚啊，我要自家打拼。故說咩吼？大商人冇放棄自家，一定有自家嘅舞台，絕對不要放棄治療啦。不要放棄，像李白在李白沒有講到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就故說大家要找到自己一枝草一點露的感覺嘛，係咪？跟你講，你自家嘅成法態度係乜嘅？係嘅，當簡單嘅，就係用心過成法，唔係要求當伊都歡喜啦。誒，這件事當伊係講用心過成法，因為知道係講伊老當然好都。遵守親密意義來規劃，而這你嘅人生會動精彩，因為你就懂用心嘅過目標嘛，過起來成法。最尾我愛你唱，小確幸唔忘，鄭志怡。唔係捱希望，咩小確幸？佢講下你自己嘅成法態度係乜嘅？我剛剛兩下嘅成法態度就係在夾縫中求生存，係冇事情報咩有唔是，我就輕鬆意，有啲時不用送嘅時是咖啡，我咩輕鬆意，做嘅追求我嘅夢想嘅時係蠻大病。其實家自己講到係兩下當到，後生人講到就係碰嘅地度。求生存，就像碰嘅地度嘅玫瑰花，向陽去撒網，當做嘅擔件，當做嘅存出條來。看起來像落，唔過咧，其實咩係同色彩嘅幸福。唔過呢人哦，到底追求嘅係人性，還是小確幸呢？冇一天哦。大商人有自己嘅身體，大商人有自己嘅成法好嘅方式，希望大家咩前到自己適合嘅成法方式了。下禮拜你向陽我來收看後生睇成功，要把大家講。